你呀，啊，我来，你即摆卡，你要穿，我互你穿。你食冻食到已经爬上去啊！啊，你食冻吼，好，啊咋？来，你讲的哦，我食到哦。喂，那个警察局哦，我今日去新楼医院而且我有阮后生安尼一台奥特曼甲针我拍去，啊佮甲地着。啊，叫伊来，叫伊来，即摆叫伊来。去老病医院门口。你要红我有你红。我冇你红啦，你讲我食到哦，我只冇录音啦吼。你讲我食到，我即摆随家工作咯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有人爱对家己的老爸。你是你敢是当事者啦？啊，你敢是当事者啦？啊，你拍老爸唔对啊啦。哈，我拍老爸唔对，你看袂过。来来来。啊，阮老爸啦，我讲啊，我戒毒戒3年啊啦，伊的嘴讲出是啥啦？哈，正义魔人呢？我唔是什么正义。啊，正义魔人呢啊？看袂过你啦。哈，看袂过，啊，伊讲我食毒啦。哈，来啊，听我清楚的啦。哈，你嘛讲我食毒啦？哦，伊无讲，伊无讲。伊无讲，伊是讲我讲，我叫我讲。伊讲你食毒好来。伊叫我讲。你有讲无？你有讲无？你继续穿啦。你有讲无嘛？你唔敢讲你啦。继续穿啦，无要紧。啊，你唔敢讲你啦。啊，要讲安怎？讲一句长长啦，讲。迄手，家己食手啊食啊食长，啊佮甲开10几万的医药咧，啊，逐工就安尼黑骂黑笑，遮大，啊，佮叫伊搬就佮唔去。然后，我可以麻烦你打给警察局吗？我靠。好，谢谢。你在这，谢谢，谢谢。喂，你啦，我伫新加坡去过嘛吼。啊，阮老的伫遐讲啊，讲我食毒有诶无诶啊。你硬站到。啊，即摆连吹风机无去，佮讲我偷摕的啊。啊，伊拢无从来毋捌怪阮这，来即摆一个人过来遮讲啥物我食毒啦。这安怎？啊，摕手机出来好翕啊。你这个是公开偌济，你敢知？嘿。啊，即摆边仔一个我无熟识啦，摕手机好翕讲我嘛食毒啦。系啊。人拢无讲你食毒。伊无讲我食毒，伊手机摕出来，你妈你拍你老爸？你即摆手机来，你手機啦，我拍你是讲啦，啊无你好动啊！你手機摕出来，你第一句话讲啥？你唔敢信任吗？我报警。哈，你唔敢信任吗？我甲你讲。啊，你唔敢信任你啦，你手機摕出来，我无你惊啦。我袂惊你啦，拄会到的啦。啊，拄会到来啊，我东区的啦。我管你什么区？啊啦，我东區的啊来啊。啊无你要安小區的到是要安啊？要我死你，要我死你啊！啊。没有关系，你可以那个，对，你可以坐旁边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这边等你。等一下，跟我食毒。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啦。好，谢谢。嘿，那边嘿。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
下午3点40分，我们接收到110的报案。那了解是那个父亲打电话进来说有父子纠纷。那我们同仁到达现场以后，因为没有看到现场有争吵，那了解以后知道说是那个儿子有做毁损的动作，踢父亲的那个摩托车。那我们当场跟父亲讲说他的权利可以做毁损的告诉。那他父亲也当场表示说他不做那个毁损的提告，对他儿子不做毁损的提告。还有那个他要申请保护令，那我们有跟他讲说可以到那个我们所或者是他户籍地，他爸爸那个父亲自己表示说他要回去那个他的户籍那边申请保护令。那父亲的机车有受损吗？父亲的机车有受损，不过他当场表示说他不做毁损的告诉。父亲有受伤吗？父亲我们现场处理同仁没有看到他有外伤，看不到。那后续这边会怎么处理？后续这边我们因为那个大研所那边受理完那个保护令了，那我们也跟他父亲确认说，再次跟他父亲确认说他有没有要提报那个毁损。